你有冇試過 OT 到深夜，獨自企喺 printer 面前，忽然耳邊聽到一陣陣啪啪嘅聲音，後頸發涼，起晒雞皮，彷彿好似有啲嘢向暗角度窺視你。聽完以下呢個故事，可能你對於 office 嘅角落多一份戒心。大家好啊，唔知大家有時候經過 office 嘅某一啲位置，例如廁所、雜物房一啲角落位，明明都冇開門窗嘅，但係總係會有一啲陰陰涼涼嘅感覺。後尾枕 feel 到有風吹過，手臂又會無端端起晒雞皮，彷彿身體就好似同你講緊：喂，唔好留喺度啦，快啲走啦！又或者有一啲位置，總係聽到一啲奇怪嘅聲音，有啲吱吱聲嘅電流聲，又有一啲聲音好有節奏嘅啪啪聲。呢一啲聲音有時高頻到會令人耳鳴，令人好唔舒服。其實人嘅感官好犀利嘅，響原始嘅時代，呢啲 signal 就係話俾自己知有危險逼近，要提高警覺。但係時代嘅變更，身處周圍都係電線、電磁波，好多好雜亂嘅聲音，望唔到天空日出日落，唔睇鐘都唔知自己究竟係日頭定係深夜嘅辦公室，呢啲感覺都習以為常啊。我係 Ryan， 我之前喺一間好大嘅廣告公司做 art base， 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做廣告，尤其是我哋做 art base 嘅，10個有9個都要 OT。等行11、2點啊，都唔捨得走啊！其實諗翻起，究竟係大家真係咁多嘢做啊，做到尾班車車尾都見唔到，定係近乎自虐咁樣，中意一路吹水啊、打機啊、落去食煙、行嚟行去，一路慢慢磨到深夜先齊齊走人，然後第二日又好晏先返工。唉，我都分唔清啊！總之嗰段時光又懷念又可怕啦。諗翻起嗰個 office， 佢響鰂魚涌嘅一棟甲級寫字樓入邊，個 office 咧嘅平面圖就好似一個 H 字咁樣，中間打橫呢就係公司門口同埋 pantry， 左邊呢就係我哋 creative 同埋 account servicing 嘅部門，右邊呢就係 finance 啊、admin 啊其他嘅部門，我哋呢基本上好少過去右手邊嘅。而再細分，除咗高層嘅房同埋會議室之外，咁 H 字嘅左上方就係屬於 account servicing 嘅部門啦。咁左下方就係我哋 creative 嘅部門。而我哋公司嘅 printer 呢，就放去 H 字嘅左上方拍牆。咁如果我哋需要印嘢嘅話，就要經過 account servicing 嘅部門先至用到部 printer 啦。咁可能因為風口嘅關係啦，又有可能因為 printer 就向沙發房隔離嗰個粒位，咁阻隔咗啲光線喎。咁嗰個位置呢，我成日覺得好陰森，好唔舒服嘅。咁 office hour 人來人往嘅時候都冇感覺，但係當過咗 office hour 嘅時候，啲同事走咗90%，夜闌人靜，自己一個人企喺部 printer 面前等出字嘅時候，硬係覺得呢嗰個位置特別陰森，特別凍嘅，係凍到起晒雞皮嗰隻。除咗 printer 工作緊嘅聲音之外，有時仲會聽到好細聲嘅吱吱咁嘅聲音，搞到個人好唔安樂啊！真係毛管都會凍晒嘅。而以我所知呢，有同事其實有投訴過呢個位置有啲問題，唔係驚有鬼啊，係驚有電線短路啊。咁公司都有揾人過嚟 check 過，喂，話部 printer 冇問題喎，咁所以最後都不了了之。咁有時茶餘飯後吹水，咁有啲話敏感嘅同事話見到嗰個位有嘢，咁又有啲人話公司老細唔知養咗啲乜嘢嘢，咁搞到哇好多嘢發生咁樣。咁但係講真，呢啲大家都有共識嘅，一句起兩句止就算啦。始終大家都喺 office 嘅時間仲多過喺屋企，都唔想搞到人心惶惶。咁我喺呢間公司做咗2年。咁係時候要搵份新工啦。當然除咗升職加薪之外，
咁做呢行有時都要轉換下環境，識多啲唔同嘅人，咁工作上都會有唔同嘅火花嘅。我去咗一間規模細啲但係新啲嘅廣告公司度做，咁啱相遇到一個 account servicing 以前嘅同事，咁我記得大家合作咗一段好短嘅時間，跟住佢就離開咗啦。咁有一晚係農曆7月嘅其中一個星期五深夜，咁成班同事做完份大 project，咁有人提議不如喺公司飲下酒傾下偈 relax 下啦，咁個個咁 friend 梗係 say yes 噶。咁公司都好好，雪櫃長期有啤酒白酒喺度，咁我哋多謝都冇句就開晒嚟飲啦。吹吹下水，有人講起，喂，農曆7月有冇鬼故聽下先？大家逐個喺度講，話講到氣氛好熱烈啦。咁講到我就將我前公司嗰個 printer 嘅位置講咗出嚟。飲到半夜啦，大家散場。咁我嗰個前同事就留低執嘢啦。佢突然間行埋嚟拍一拍我膊頭，然後就問我：喂 Ryan 啊，頭先你講嗰個鬼故，講嗰個 printer 嘅啪啪聲，你有冇聽清楚係點樣噶？我就擰一擰個頭，然後笑住咁樣講：唔知啊，似係有啲電流聲咁樣，好似接觸不良咁樣嘅聲咯。佢望住我，面色有啲蒼白。其實啊，我走人嘅原因係因為嗰個位啊，有一晚 OT， 我諗住引埋啲嘢就準備第二日嘅 presentation 啦。哇，點知個 printer 突然間 jam 字喎，咁我就過去就彎腰檢查下，聽到啲啪啪啪啪咁嘅聲音喎。咁聽起上嚟呢，就好似喺個 printer 下面發出嚟嘅。咁我唔知頭唔知路，咁啊輕輕拉開部 printer 睇下乜嘢啦。跟住啊，你知唔知我見到啲乜嘢啊？我見到有6個好古舊嘅銀仔，好整齊咁樣排咗喺個 printer 底喎。因為 printer 後面呢，仲有一罐可樂同埋有幾粒糖喎。咁我拎起其中一個銀仔睇下啦。哇！點知眼尾見到一個黑色嘅影喺 printer 後面數咗出嚟。哇！我嚇到銀仔即刻掉咗落地下。最恐怖嘅嘢就係嗰部 printer 跟住係咁出紙，上面啲嘢係花晒噶，但係嗰啲花痕呢，唔係機器或者 printer 漏物整成嘅，而係好似有個人呢喺個 printer 入面用手指好大力咁樣刮張紙嘅感覺，張紙都係咁啊！我驚到眼淚水都飆埋出嚟，隻耳仔 V 咁嘅聲，我嘅直覺呢，就警告緊我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咁我即刻跑翻樓櫃拎手袋走啦。咁翻屋企途中，我就打俾我上司，同佢講呢件事，然後辭職就唔再翻公司啦。佢聽完唔信邪噶，仲嬲我話我玩嘢添，死都要逼我朝頭早啊，一早翻去同佢搞掂晒啲嘢先好走啊。但係去到第二朝，我同佢翻到公司，見到嗰一沓滿布酒痕嘅紙之後，見到佢面都青埋，默默咁樣執起個銀仔擺翻好佢，推翻好部 printer，快手 copy 啲 file 就去樓下嘅沖晒鋪度影印，然後就俾我辭職，然後叫我會都唔使開，翻屋企休息啦。我後來就同其他舊同事傾過啦，佢哋就話可能公司呢就養咗啲嘢，因為嗰個位呢特別聚陰，而嗰啲嘢呢本身係有啲磁場嘅，能力大到呢係會干擾到電子儀器嘅運作，咁所以就有嗰啲聲出現啦。而你咁啱呢，又喐咗嗰啲位置，令到佢可以數到出嚟。唉，我聽完真係嚇死我啦！跟住我聽完之後，當堂傻晒咁樣問佢：你係咪講笑啊？佢就苦笑咁樣講：嗱，信不信由你啦。總之隔多咗個月之後，連我上司都 last day 埋啦。